多谢俊平来看桃园的消息，通龙潭埔这间幼稚园发生老师集体口斗囡仔案件，这唔那这个囡仔呢，脚甲拖咧行，拖咧走，佮出来共念。这查某囡仔登去身躯的时呢，家长发现讲，啊那规身躯拢乌青兼银灰，想袂到一个问幼稚园园方是撇当就寝，佮讲因为这个囡仔情绪失控，才会无适宜去甲拍，或者家属有够生气，就去报警。啊，即马这两个老师拢被处罚，袂使佮教囡仔。他们看着我的孩子被虐待，还有一个老师在看到虐打的现场之后直接去关门，他们默许这个暴力在校园发生。监视器的画面当中，老师压男童的脚，爱唔准叮当，所来一直捏伊的大腿，男童开始哭。另外一位老师看到了后，嘛过来甲拍。男童暗时当去洗身躯的时，家长发现伊的手骨、腰骨、脚拢乌青，一问才知影，互幼稚园老师拍，即马身心拢受创。他对老师，他对妈妈，身边所有爱他的人不再信任。他晚上会尖叫的恐惧，跳起来说：“不要再拉我的脚了，不要再拉我的脚了，妈妈，我好害怕。”家长要求幼稚园解说，想袂到园方却回应是男童情绪无稳定，老师才会无细意家用着伤，佮一直想要隐瞒代志，一直到家属报警，学校才对老师做出处分。第一时间已开除2位涉及管教不当老师。园长督导不周也自行处分，相关的事件等等也皆已惩处。不过，规件代志，后民众党积极态度消极。当然是希望釜底抽薪，不要发生啊！有邀请专家学者，甚至这个很多的这个地方相关的这个团体来研议如何预防跟确实杜绝。目前2位老师拢互处罚，机器人袂当做教务工课。针对幼稚园无善尽管理责任，依法罚款14万，佮加上停职招生1年。毕竟看到家己的囡仔互欺负，妈妈的心真痛。敢若毋望这种代志莫阁发生。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